做4樣嘢。第一咧就講一講有一啲好重要嘅思想響啟示錄，我哋一定要知道嘅。第二點樣讀好佢。咁第三咧，我都估係我唔夠時間。其實我係好想嗱，而家我講個結構咧，講1個鐘頭都係唔足夠嘅，因為有好多個結構，我揀咗一個都已經講1個鐘頭係唔足夠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唔係話唔處理嗰個問題，就係我會去到第6堂咧，我翻嚟，因為我唔知道你哋嘅進，我估你哋係進度係好慢，應該係好慢，因為我自己讀個啟示錄咧，你哋唔應該跟到我嘅 ，OK， 係唔應該跟到我，因為咁，但係我一跳咗去個結構咧，可能你哋根本又冇睇，所以你哋唔睇嗰個片咧係冇得討論嘅，同埋可能我用咗10分鐘同佢對話啦，咁大家其他就唔知道大家喺度搞緊乜嘢，所以我係喺堂上咧，其實我哋唔好忘記我咧得12個鐘頭嘅啫，我係讀咗1200個鐘頭，所以冇可能用12個鐘頭可以講解得到啟示錄。其實讀完唔明係正常嘅，係正常嘅 ，OK。我都係唔明嘅，不過我知道大概個框架係點樣嘅啫，所以唔會明嘅。讀完啟示錄，因為咁樣大聲講吓，即係所以有人話佢有明啟示錄咧，都係好問嘅。其實我覺得即係好似好 discourage 咁啊，即係嚟上堂你唔會明嘅，我讀完都吓。好嗱，陳老師，我會個別約你食飯講解呢個結構，因為否則咧，我諗就其他人跟唔到啊。下星期好啊。係，其實我一路分到落去嘅，其實12章經文一路分落去嘅。我嗰個 Jimmy 牧師嗰個嘅分啟示錄嗰個方法咧，係遞減法嚟嘅。我用漸進式啦，其實係一個遞減法，即係先抽咗個主線，然後就再抽一部分，再抽頭同尾，咁喺度剩翻嗰啲攞，剩翻嗰啲點樣擺入去裏邊，咁好過抌一個嘅PowerPoint 俾你咧，就話個結構係咁樣啦 ，OK。咁所以我覺得佢嗰個層次咧係用一個遞減法嘅分入去咧，係清楚過大部分。我見到10本書咧，佢哋講嗰啲嘅分類咧，就抌咗個框俾你。咁對於陳濟文牧師，如果你唔睇嗰本書咧，你就係唔明嘅 ，OK。咁就係陳濟文咧就逐一路咁 follow 落去嘅。其實佢係一個導讀嚟嘅 ，OK。即係一路帶住你去讀啟示錄嘅。咁但係本書有兩本書加埋2寸幾厚啦。咁其實我都係想用導讀嘅方式嘅。所以一陣我哋試下有冇機會用快速嘅導讀咧。咁阿 Lam 就會幫我一陣會做一個對談啦。OK， 即係進入第4、第5章，因為我哋已經進入咗第3章㗎啦嚇，即係頭嗰3章。第1章就係話約翰咧，老約翰係攞到個領受 ，OK， 個領受係從上帝俾耶穌，再俾天使俾佢而嚟。咁佢要寫一封信俾7教會，而7教會面對當時嘅情況係咁樣，就喺第2、第3章就受逼迫同埋佢哋會期望有一個嘅彌賽亞嚟等等 ，OK， 亦都面對不同嘅假教師、假先知同埋假嘅老師響當中，咁亦都面對緊個逼迫就係羅馬政權 ，OK， 所以1、2、3章咧就係講咗呢3樣嘢嘅，其實即係講咗呢一個框架嘅。咁所以今日咧就係咁樣。仲有冇其他問題？其實我係歡迎大家問嘅嚇，但係我唔等於我喺呢度答，因為我覺得咧，我會揀問題答，因為一講個框架咧，我就係答咗你一部分，咁我已經用咗好多時間㗎啦，同埋你又好勤力，即係其實陳老師係我哋當中最勤力嚇。其實唔明就係即係你已經開始咗啦 ，OK。但係如果你連問都唔識問咧，其實就即係等於唔係跟到啦。其實你應該識問嘅 ，OK， 有啲問題應該識問嘅。
如果你識問問題咧，我就知道你跟到；如果你唔問問題咧，我就知道你仲係發緊夢嘅啫。其實可能好咁咧，就開始咯吓。其實我重溫一下啟示錄咧，有係一封信嚟嘅，一封信俾8間教會，唔係俾7間教會啊。糾正我頭先嗰個編導啊 ，OK。頭先嗰編導咧，唔係7日內受割禮嘅，響啟示錄17章咧係第8日受割禮嘅，所以嗰編導我話俾偉業聽，佢講錯咗，嗰個 point 係錯咗嘅，其實係第8天受割禮，唔係7天之內 ，OK， 所以嗰個係錯啊。咁所以啟示錄咧，所以睇得可能佢睇得啟示錄太多嘅時候，已經係777咁啊。啟示錄係一封信嚟嘅，呢一封信俾7間教會，唔係7封信 ，OK。所以呢7間教會咧，去收到呢封信嘅時候咧，佢哋係整體去讀呢一封信嘅，唔係話讀自己嗰部分嘅。而呢封信咧，其實有8個好重要嘅信息咧，我哋要知道。第一，其實呢一班人咧，係呢封信係用天啟文學寫嘅。天啟文學咧，嗰個背景就係話呢一班人係想改變佢哋而家嘅，因為佢哋受逼迫啊嘛，所以佢好想改變佢哋嗰個現況嘅。OK， 所以有呢個嘅諗法就係佢哋渴望將來咧嗰個地上嗰個政權啊，或者嗰個現況咧係推翻嘅。OK。第二咧，呢封信咧係一個啟示嚟嘅，而呢個啟示咧其實有3部分，係現在嘅事，或者快要將來嘅事 ，OK， 現在嘅事啦 ，OK 就係而家教會面對緊嘅，同埋將來嘅事。所以呢封信咧係一封啟示嘅信，係特別係個重點係必須快要發生嘅事。咁而必須發生嘅事係乜嘢咧？咁呢個就係引到啟示錄難讀嘅地方，就係你站喺邊一個點先 ？OK， 如果站喺約翰嗰個點咧，就係佢期望係好快會發生啲嘢。但係已經過咗2000年咯，2000幾年，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。所以我哋要明白咧，呢封信其實話咗俾我哋聽咧，響當中成個內容咧係一個電影嘅層次，而呢個電影層次咧其實係將世界嘅歷史咧分咗唔同嘅階段，所以有時佢話要靜待片時啊，突然間又轉咗個場景咧，咁如果你用一個時序法去讀咧，你一定讀唔明嘅 ，OK？ 但係如果你知道點樣駁咧，例如我舉個例，你第7章，然後駁11章，咁你就會大概會知道有咩。其實只係一路駁嘅 ，OK？ 12、13章咧就講海獸同地獸咧，你就駁翻落去第17章裏邊讀，咁你就明啦 ，OK？ 所以其實嗱，呢個係一個我嘅理解，但係唔同嘅作者咧有唔同嘅理解，佢會點樣駁法咧？但係如果你用一個直線嘅時序去讀咧，你讀到第7、第6章仲可以，但係第7章突然間就跳咗去噶啦，所以佢可能跳咗上去一個安慰翻前面第5章、第6章嗰個亡靈嗰一樣嘢 ，OK？ 然後話將來咧個天上會發生咩事，然後一路咧又跳落去第8章咯，又講翻呢個6號咯，即係講翻嗰個7號咯。一講緊7號咧，佢又話你即係第8章開頭咧就係靜待片時，咁啊講完6號咧又靜咯。咁呢個就係第8、第9章就完成咗咧，就第10章又飛咗上去天噶啦。其實即係個場景咧，即係等於我上去講，你睇電影咧，個謀殺案咧，佢唔會一路咁樣一路你殺完佢，跟住捉咗佢，跟住就上法庭噶嘛，梗係講翻嗰個疑兇或者係嗰個被害者嗰個背景，佢嘅家庭點出身，佢同兩個有咩恩怨，仲有冇其他嘅疑犯。所以其實啟示錄就係一出咁嘅電影，一路插段，
有5、6個插段咧，如果你駁唔到咧，就係駁唔到噶啦，駁唔到你就咦去咗邊度咧？突然間又講到又要度下個聖殿咁樣嘅，佢為咗咩講啊度下個聖殿咧？突然間又有2個見證人又出現嘅，嗰2個見證人係邊個咧？咁你就會俾佢拉咗去，然後你跟唔到啊根本。但係如果你有個結構咧，你大概個結構都講唔清嘅其實。但係如果有人導讀咧，你就會明啦。讀完呢度咧，不如我哋跳一跳先，去到第2個，跳咗2章去後邊。點解佢咁樣講咧？其實就係交代緊天上撒旦同埋呢個嘅天使嗰個爭戰。就講咗2句嘅啫喎，佢又打敗咗，就落咗地上啦。咁你又要飛翻去前邊咯，所以要車前褪後咁讀咧，你就開始攞到嗰個重心。原來佢就想講俾我聽一樣咩？所以呢個係一個歷史嘅分段嚟嘅 ，OK。同埋突然間又出現個龍啊，突然間又出現一個婦人啊，咁嗰2個有咩嚟嘅咧？你哋要問呢啲問題先得。如果你唔問咧，咩婦人啫？嗰個婦人有3個解釋，其實係嘛？呢封咧係一個信，亦都係一個天啟文學，亦都係一個預言，講得好清楚噶啦。預言就係講緊將來嘅事。咁換言之咧，我哋而家站響2025年 ，OK， 而家我哋以一個咁嘅日曆啊，其實響猶太人嘅曆咧係5076年嘅，今日係。不過我哋用個公曆咧就係2025年，即係耶穌基督2000年嘅時候咧，講咗一堆嘅預言，而呢一堆預言咧，4福音裏邊咧係有印證嘅，其實係。所以你一定要及耶穌響當中咧，響馬太福音第24章，應該有冇記錯啊？馬可福音第13章，即係幾度嘅福音書咧，係耶穌特別講到一啲嘅預言 ，OK， 但好隱晦講得要夾埋落去咧，你就睇到。而呢啲預言咧，唔係秘密嚟嘅，係公開嘅，響教會閱讀嘅。咁但係因為我哋冇猶太人背景啦，我哋閱讀唔到，咁我哋以為係秘密，所以我哋就喺度猜想啦。咩叫做666啊？咩叫做144000啊？咁唔同嘅教會有唔同嘅猜想啦，即係會唔同嘅宗派有唔同嘅猜想。144000， 12個支派咁少，咁係咪一個代表咧？係咪？頭先丹飛話70係咩意思咧？真有機會再傾。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咧，就跳咗落去嗰啲數字裏邊咧，就去猜想。但係因為我哋冇猶太人嘅背景，正如我上次所講，我哋冇。如果我哋中國人咧，我哋一講一啲嘅章回小說啊，或者我哋講孫悟空咧，我哋唔使再講嗰個故事噶啦。我哋講孫悟空、豬八戒同埋唐三藏，我哋根本由細已經聽到大噶啦。呢啲故事就知道點樣去西天取經噶啦。其實就唔需要再講，佢就係，所以佢成日就講咗孫悟空咁樣。咁其實對我哋嚟講就係好似突然間個啟示錄彈咗個名，但係因為我哋唔明，但係佢哋明嘅，但係亦都可以咁講，佢哋唔會明得晒嘅，因為嗰啲係預言。而今日我哋站喺2025年咧，其實我哋能夠睇到嘅嘢係比約翰仲多，同埋我大膽講，約翰所寫嘅嘢，佢未必自己完全都明白嘅，因為佢嘅命令就係你見到嘅，你聽到，你寫低啫，寫低佢冇去解釋嘅，約翰都，所以佢都係按住佢個理解同埋個時序為一個次序去寫低，但係冇時序嘅一樣嘢嘅。佢突然間見到天上嘅嘢，咪寫天上嘅嘢咯。佢唔係一個導演啊，即係佢冇責任咧，好似個導演咧，導演睇一出電影咧，個導演應該有責任話俾你聽前文後理，否則我哋就出嚟會鬧嗰個電影導演都唔知拍乜嘢到嗰度。但我哋唔夠膽鬧本聖經啊嘛，係咪？佢咩講乜嘢噶？究竟就係真係唔知佢講乜嘢啦。但係有成個舊約背景添，更加咁換言之咧，其實作者係想你講咗一樣嘢咧，你自己翻去舊約裏邊去揾個答案。
呢個就係個巧妙嘅地方，就係其實啟示錄難嘅地方就係個背景，同埋因為有咁多舊約，同埋有個文化，猶太人嘅文化，我哋冇啊，完全冇啊 ，OK 啊，因為再加埋佢跳段咧，咁我哋更加就俾佢呢4個原因已經搞到我哋蒙查查，就好似以為佢可能講好多秘密咁樣吓。而呢個第3個重要嘅信息同埋嗰個思想咧，其實啟示錄咧係講緊一個災難，有宇宙性嘅災難。其實有啲已經發生咗，即係特別前嗰4印已經發生㗎啦。弓刀天平死亡全部已經發生緊㗎啦，直到而家一個時態就係現在進行式。咁而嗰個災難咧係一波比一波激烈嘅。OK， 一陣會話俾你聽。咁而呢個亦都好可能唔係一個瞬時，唔係一個時序嘅發生，而係可能佢哋係夾雜同埋一個螺旋形咁發生，而係一波比一波激烈嘅。咁如果我哋用一個時序嘅方式去讀呢段經文，讀七印、七號、七碗咧，你好可能係讀錯，因為嗰個未發生嘅，或者發生咗嘅，而家仲係發生緊嘅。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七印咧係，如果以陳濟文牧師講咧，七印係災難嘅起頭，然後進入去一個不信者嘅懲罰。七號，然後又再行一步，就係神嘅憤怒咧，響七碗裏邊係一次過傾倒落去個地上，係冇得再翻轉頭。嗱，當中大家要留意咧，應該響第10章咧，係講到一個七雷嘅，而我哋好少會留意。當有一個叫七雷，雷係雷聲嘅雷，係有七雷。當約翰想寫低嘅時候咧，個大力天使係禁止佢寫，然後講不再有時日了，即係事實神嘅憤怒已經好嬲得好勁，本應可能仲有一個嘅時間俾人去回轉 ，OK， 俾人有機會，但係大力天使係禁止咗約翰去寫呢個七雷，所以當然係應該七印、七號，然後七雷，然後先至做七碗，但係七雷係抽起咗嘅。嗯。係冇錯，所以唔知係咩嚟嘅。可能係一個，仲係有一個過程咧，係有一個過程，上帝係俾機會人類去，即係，但係其實你會當中見到咧，第10章、第11章、第10有幾度咧，佢哋見到好多災害咧，係唔肯悔改，係講得好清楚㗎。佢哋見到嗰啲嘅災害咧，係好嚴重咧，去到7號嘅時候咧，嗰啲人仍然不悔改。OK， 所以先至有唔知，我都唔知點解唔可以記錄，但係好明顯咧，我會覺得嗱，呢個交俾大家去發揮想像力。其實我會覺得係唔俾記錄咧，原因係其實應該仲有一個過渡咧，係俾人有機會。所以其實我哋末日嗰個時間咧，一步一步咁逼近，所以神抽起咗。OK， 然後你睇到第10章第6節咧，講到不再有時日了，跟住響第9章度咧，第9章講到7號一吹起咧，其實就完啦，成了 OK， 成了 OK， 即係之後去到第16章嚟講成了，即係呢件事已經完啦，即係神翻嚟成個救恩係完成咗啦，其實係所以係嗰個電影感係逼近嘅，其實嗱，同埋咧啟示錄有一個好重要嘅就話，啟示錄係讓人知道佢有選擇權嘅，所以當中你會見到
啲人唔肯悔改，唔肯悔改，見到啲災禍係唔肯悔改。所以其實個救恩俾我哋咧，喺整個歷代裏邊咧，好清楚啟示錄裏面咧，唔係淨係講到完成救恩同埋開始嗰個懲罰同埋審判，然後喺當中咧，人仍然咧有權力咧，有權利，即係神俾咗我哋嘅意志咧，去選擇悔改同埋選擇我哋應該有嘅道路。第四，好清楚咧，靈界響啟示係講咗俾我哋聽嘅，係有靈界嘅，有天使有魔鬼喺度，好清楚嘅。當然響四福音都有啦，但係呢度咧更加清楚話俾我聽，當中係有靈界、天使同埋撒旦，而撒旦咧係用咗唔同嘅化身，龍、大淫婦、海獸、地獸，咁嗱呢度邊度揾到啊 ？OK， 咁其實就化身咗響咩咧？化身咗響軍事、經濟同埋文化嘅裏邊。咁如果你能夠咁樣識讀咧，就邊度有龍啊、海獸、地獸啊，嗰啲人去拜佢啊嘛。OK， 要接受印記啊嘛。其實我哋經過咗 Covid， 我哋知啦，係咪？你冇嗰個二維碼，你點入到商場啊？咁其實呢啲我哋就會慢慢睇到，你將來冇嗰個嘅印記，你就做唔到一啲嘢噶啦。其實你會見到咧，嗰個數碼時代咧係帶咗入去啟示錄一啲嘅地方係應驗咗，所以天使同撒旦咧係出現嘅。第五，信徒係得救嘅 ，OK， 即係能夠信嘅人咧係得救嘅。然後第六咧就係嗰個行動嘅指揮官咧係上帝，好清楚呢一個第四章頭一次 ，OK， 嗰道門打開，陣阿僆會講，我同佢對談下。頭一次一打開道門咧，其實我哋見到個寶座，然後就發出指令，就係嗰個七印嗰一個信 ，OK， 七個燒咗落去。咁個指令個指揮官同埋你打後，你會見到撒旦任何無底坑出嚟啊等等咧，全部都係上帝允許嘅，同埋嗰個使者全部都係響上帝嘅允許同埋底下。當然我哋唔會明咧，會上帝又容許呢啲咁嘅事情發生。咁呢啲就係啟示錄裏邊咧就守約嘅神嚟啦。所以頭先丹飛問，其實你會見到個電影感咧，就係第四章開始，第8章、第11章、15章、21章，其實個電影感咧係一幕一幕咁樣打開。天上嘅寶座，你會見到雷聲，所以你一聽到雷聲，我咪成日講，你聽到雷光閃電咧，其實我會覺得係上帝，即係我哋日常啊嘅上帝可能有啲嘢好憤怒嘅，係一個一個咁樣落，3、4、5 ，OK。嗱，你讀唔到嘅，如果你冇導讀咧，閃電、聲音、雷轟、大聲、閃電、地震，一路咁樣落啊 ，OK， 咁如果啲你而家夾埋，原來係第8章就係第8章咧就係7號啦開始，開頭嘅時候咧就係個印係第6章啦，第8章咧就係第7號、第6號、第7號開始啦，然後第7號咧完咗，第7號咧又有更大嘅有冰雹啊，然後開始咧最後咧。就話俾我哋聽，7碗嚟嘅時候咧，聖殿嗰個門，聖殿煙出現啦，然後帳幕，然後見到約櫃咧，我都冇跳咗約櫃嗰 part， 係一步一步咁樣咧去話俾我哋聽咧，其實守約嘅神咧，佢按住嗰個審判 ，OK， 按住嗰個對神對人嗰個嘅應許咧，一步一步咁樣打開嗰一道門，所以其實好有層次同埋電影感㗎，不過我哋讀唔到啊 ，OK， 因為我自己一陣教大家去聽，用一啲嘅工具 ，OK， 第7咧就係呢度咧第5章其實提到一個有權柄嘅中保，
嗰個好似猶太嘅獅子，但係佢一見到佢係滿身嘅血，其實嗰個勝利咧，其實就係憑呢個中保。呢個中保似乎好強，但係佢係為你受死 ，OK？ 而滿身嘅鮮血咧，成為一個中保，令到我哋咧係能夠有機會能夠進入救恩嘅裏邊。最後啟示錄話俾我哋聽咧，呢個終局咧係勝利嘅，係榮耀嘅，有新天新地 ，OK？ 有呢個嘅新嘅耶路撒冷，嗰度咧係再冇聖殿噶啦。係唔需要點燈噶啦 ，OK？ 係神嘅榮光係充滿咗嗰度，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層次嘅電影咁。好快咧，我講啦 ，OK？ 因為時間咧關係，點樣讀好啟示錄咧？聽，靜啲去聽。我會鼓勵大家用呢個漢語聖經嘅收音機，用 Online Bible 咧係好平嘅，但係漢語聖經咧。係有背景有雷聲啊，同埋嗰個語氣咧係遠遠讀得好嘅。如果講廣東話，我聽過呢個咧係冇得頂嘅。其實你聽到嗰個有少少電影感喺裏邊嘅 OK 啊。第二去讀，慢慢讀，你一定要好靜心去讀，反覆去讀，然後咧去寫低你嘅問題。而寫低你嘅問題嘅時候咧，去聯想下究竟咩事發生。如果你呢啲好簡單，平時我哋讀咩讀，唔係淨睇啟示錄，我哋讀小學已經話俾你聽讀寫咁吓，然後背，試下背嗰個主線，背個主線啊，一陣再講下背乜嘢咧 ？OK， 然後問 ，OK， 學問啊嘛，你唔問，然後用工具，用 AI 啊，用等等，背乜嘢咧？梁國權咧響網上個 YouTube 係大概1個鐘頭零28分鐘，你不妨聽下。嗱，梁國權老師咧係呢個中神嘅退休嘅，以前叫咩話？叫嗰個查經叫咩啊？生命之道嘅主要嘅負責人。咁梁國權咧係用1個半鐘頭度咧講個啟示錄，係講得好清晰嘅。就如果你想聽佢講咧。但我要你哋背 ，OK？ 因為你唔背咧，呢啲詩係佢作嘅。嗱，我背出噶啦 ，OK？ 弓刀天平死亡來 ，OK？ 白紅黑灰4色馬，咁4隻馬咧就係弓刀天平啦，就代表弓係代表呢個戰爭，紅係代表逼迫，黑馬係代表不義，然後不義即係個天平咧就係話呢物價飛漲啊 ，OK， 遇到個社會好不義啊 ，OK， 然後灰色代表死亡，咁咧你見到，所以你見到我係念咗嘅，然後咧見到原來第五個印就係彈下亡靈齊呼冤，跟住上帝話咩咧？靜待呢主言靜待掃目全，即係等下叫你哋，嗱你咁樣你識得背晒呢一啲嘅口語咧，你會好快就進入到去七印、七號同埋七碗嘅比較少啊，因為七碗係一次過倒晒落去，所以得最尾第16章啫。所以你一個咁背咧，第6章、第8章、第9第8、9，然後就你已經有個框噶啦。其實你唔背咧，你係冇辦法。然後你會見到咧，原來有個框，所以你係七印同埋七號咧係4、2、1咁樣嘅。OK， 嗱，所以唔有講，因為4個、2個、1個、4、2、1咁落噶，有個結構喺裏邊嘅。OK，咁而頭4個咧係傷害自然界嘅，然後一步一步咧響4印裏邊咧係俾咗權柄可以傷害地上1/4人，呢個冇寫出嚟，可以但係冇做到可能。然後去到1/3，然後去到咧7號咧就係1/3開始殺啦。OK， 1/3呢個地海江河咧即係開始有改變啦。其實係楞住出埃及記嗰個比嘅，所以背係用呢個方法去背下，請大家我會 send 俾大家啦。OK， 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好有用嘅。其實你唔背咧，
你就成日喺度諗嚟諗去，或者記來記去啫。你背咗響個心裏邊咧有個口，哦，原來有4個印嘅4匹馬代表乜嘢 ？OK， 咁由4個號嘅 OK， 咁啊蝗蟲出嚟咧就傷人為不傷神僕，有咗印記嗰啲人咧就冇辦法傷害，無論係草同埋地同埋呢個等等。所以神係響第7印突然間出現嗰個咧就係俾咗印記，你唔好喐手住，我俾咗印記先。咁跟住咧你又跳翻落。所以如果你係咁樣咧，能夠讀到咧，你就攞到個聯繫喺裏邊。呢度就係亦都你頭先講到啦即係守約嘅神用 online Bible，OK， 用嗰個 keyword 嗰度去問。所以當你一睇到聖所，你就打聖所落去睇下，你就係睇啟示錄得啦。你係知咦原來咧前後係呼應緊嘅其實，但係如果你冇呢個唔用呢個工具咧，你係攞唔到嘅。咩開了咧？係嘛？你一打開了，你已經有頭先嗰個5個開了。工具係必須要有嘅。如果你唔用工具咧，你係永遠讀得唔好呢個啟示錄嘅。OK， 同埋咧會幫你好多嘅。問問題 ，OK， 嗱呢啲係我一路咧去讀嘅時候咧，咩叫秘題啊？咩叫7年大災難啊？但以理書嘅70-7係講乜嘢啊？如果你唔用手去寫低你個問題咧，你係永遠唔會讀到嘅 ，OK， 因為你根本都已經好迷失啦。咁所以係要有時間，呢啲全部都係我啲問題啦。呢度咧有個漫畫書個偉業曾經提過嘅，咁我響呢個 Amazon 咧係見過呢本書，咁我訂咗翻嚟，應該係英文版。呢個本書咧係一個漫畫版，係一個日本聖經協會出版嘅，響第6集咧係畫咗啟示錄出嚟。咁我試下買咗呢本書翻嚟睇下，然後就俾大家去傳閱一下。即係如果有人覺得係有人學習咧係用圖像去學習嘅。好，咁我就停咗喺度啦。咁然後咧有冇問題先？如果冇問題就交俾阿 Lam。好啊。係。係。嗱，呢個又係一個好嘅問題啦。如果你讀到以後，你讀到之後咧，等嗰個白馬係乜嘢咧？又係有2-3個解釋嘅，有2個解釋啦。如果你讀到21章咧，耶穌應該如果係21章啊，19耶穌就係即係得勝咧，係騎住一個白馬，然後有兩個句號嘅。萬王之王，萬子之主。咁啲人話：咦，呢隻白馬咪即是19章嗰一個？咁其實咧所以點解話啟示錄難讀咧？就係話有人就認為呢一隻白馬，但係如果整體嚟睇咧，佢就講到原來個白馬咧係得勝，即係能夠喺地上咧做一啲嘅用呢個弓刀咧去做一個戰爭嘅出現啦，咁而唔係第19章嗰個白馬啦，所以係難解嘅，因為如果但係你可以試下打，你翻如果用 online Bible 去打白馬，咁你就知道白馬係原來咧啟示錄都已經出咗2次白馬，咁係咪呢一個白馬講緊後面嗰個白馬定後面嗰個講緊呢個咧？咁呢個就係用工具嗰個嘅好嘅地方。然後咧，然後識問，又究竟係咪上文下理？點解唔會係耶穌啩？點解突然間後邊又講到不義啊，講到殺戮啊，戰爭咁樣？得唔得？好，咁啊。